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美娘，来到耶稣遮的人，心灵的确袂夭饿。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干。请收听《活命美娘》。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咱的好朋友，我是喜乐，欢迎收听真耶稣教会所制作出品节目。大家好，咱要继续来谈这个新约的概论。咱这个时间要做伙来学习雅各书。雅各书是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所写。咱一般来讲拢会当接受啦。雅各是伫耶稣复活以后，才来相信耶稣是救主。这伫迄约的亲情实在是很难啦很难讲甲兄弟当做这个弥赛亚救世主来接受相信。但是伫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内底有咧讲到主耶稣捌显现啦。互伊伫信仰的这个体验甲定根内底尾伫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被推选做长老来主持共信之道所以使徒行传15章13节以后伊的这个证书就是讲会当久久来定准耶稣的这个恩典啦毋是干那肉身的兄弟尔所以雅各的这种伊的言辞会使断定伊是教会重要的这个领袖领导者咱咧讲像这个总负责同款啦对于雅各伊安尼真贤祈祷而且人有讲伊的脚头夫亲像骆驼的脚头夫同款所以领受圣灵以后性情安尼果断无这个拖泥带水而且伊所执着啦所相信的坚持所领受的这信仰的体验，而且是真理性的来面对难题。这雅各书互这个散伫12支派的这个信徒啦，就是已经洗礼这个主的这个百姓。所以对于第一章来讲伊就咧讲凡事爱凭着信心求啦，因为信心才是咱真正一个信仰的一个考验。先仔讲，因为当时爱有信心，就是有外在的患难、甲内在的患难、甲这个环境的患难考验啦。咱若讲信心要来面对的，就是迄个外在患难就是因为当时犹太人政治的现实伫罗马政府内底而且政治啦、异教的逼迫拢是互人真艰苦甚至为着生活无用啦、忧虑伤济啦、足侪代志不如意啦。我讲即卖人嘛是安尼看重这个世界，甲人比较这拢是生活的一个试炼啦。所以信心要赢过试炼。伊才在咧讲到心怀两意，毋通要对神得着啥物因为凡事无定见生命亲像草亲像花，结果呢花草会衰残人的生命却因为信心会能得到建立，会能得到神的这个保守这个无共款所以拄到试探的时阵神袂试探人啦试探当然是对魔鬼来神会甲咱试验，甲咱试炼，那像考试共款。哪有人讨厌学生、讨厌老师考试？其实考试咱当然真讨厌无毋对，但是考试要创考试就是要互咱更较好，互你知影倒位毋对，那错误就改正就好下摆搁考共款的内容你就会当来得胜，就是会当赢过，就会当得到好分数。什么是试探？就是互咱较歹互你一败涂地互你怎去安尼无法度振作甚至去对魔鬼行这就无信心的表现。所以外在就是这逼迫无用忧虑啦看重世界甲人比较内在咧内在就是心意嘛。一个属灵的人有属灵的追求，属肉的人属肉的追求属灵的人就是智慧有拜神的智慧属肉的人就是迄私欲的这个引诱私欲引诱你就输了啦输了以后环境的考验你就挡袂牢，就赢袂过。所以人表里爱一致，信耶稣以后绝对毋是表面化的这个生活啦
一个爱慕真理的人，听到道理了后，亲像照镜，是毋是当改变家己吼？互咱因着遵守神的话，咱就神的恩典就甲咱搭咧。等于讲亲像画面的冠冕，这冠冕远远都看到啊。你对一个学校，你滴什么无啊？那像咱讲北一女的吼，伊是绿色的这个上衣，这看到这个绿色的上衣，这个北一女的。这就是迄个冠冕同款吼，你戴帽嘛同款，什么种帽一戴咧，哇！你这倒位的人，你这中东的人，你这迄个俄罗斯的人，你这个像较早皇帝皇冠，皇后后冠，太子太子冠，这拢无人会当代替啦吼。咱今仔戴生命的冠冕，就是耶稣基督用圣灵甲咱做印记所以这就是讲美好的全备的这个想事。是对神来，对正光之辈遐降落来，毋是咱家己得的吼。所以咱考验以后，才做初识的果子。初识果子要创啥？要奉献给神的啦。会当有坚守的信心嘛，无失落袂使是软弱，会当到死拢袂改变。那安尼吼，讲咱来行道吼，行道毋是干那听道尔吼。照行了，照了无动于衷，无要切掉。本来面貌一看吼，都袂记哩啊，安尼照镜就无效啊。圣经亲像一面镜同款吼，咱知影倒位软弱，倒位毋好，咱就应当爱有更较大的信心祈祷求主甲咱帮赞，毋通家己掠做虔诚，结果话南山讲啦，歹事做尽啦，亲像迄个凊彩讲的吼，无负责任的迄个钱吼，写出去了吼，伊就无法度回头吼。一个追求完全的人，爱立住这个枝头所以生死讲是伫枝头的这个权威。安尼来讲咱爱有属灵的智慧的这追求追求神的真理安尼咱无拉散，无败坏，无暴露显示个人的灵修伫这个属灵的这个追求顶头灵庭就会当愈来愈高超，像迄个八楼梯同款二楼当然比一楼较悬，顶楼当然比下楼佫较悬，较悬呢会较凉较凉是毋是看会透，看会到，一个看会到、看会透的人，就无互魔鬼甲咱掌控。魔鬼的诡计有争闹，有缭乱，而且各样的歹事，伫咱的心内有足侪这个偏见甚至像法利赛人同款假冒伪善安尼影响教会嘛影响社会，更较要紧影响你的家庭，嘛影响个人。你互人认出来讲这毋是神的人这鬼的人你这人咱讲咱就造就教会，造就兄弟姊妹，造就家己，毋通变鬼变东变西甲世俗做朋友，就甲神做对头若歹事行尽，好事就袂来，良善失落，罪恶就安尼进入你的心内恩典荡然无存，足可惜。咱来亲近神，神嘛得较亲近咱，引带咱的脚步，互咱伫神的面前来谦卑，会通神带咱称权，安尼这个超越的这眼光就买地书安尼来建立来断事应该讲就是会当伫这种生活的测验内底鞭策家己，毋通重视这个世俗。生命有足侪选择咱要选择啥物？圆满的人生，就是尽本分，互咱有伫生命未知数的时阵会通做好咱分内的工作，就是领袖家己互家己行出来行为更较高尚安尼毋通论断人、批评人，因为主看咱人的内心。有时暂时被软弱赢过这拢是情欲的败坏啦互咱的毁坏这是歹人的本性，属魔鬼的扰乱世俗，扰乱教会扰乱咱的心灵所以讲求迄个顶头来的力量啦就是亲近神的力量。那内心清气不断反省家己，过圣洁的生活，爱慕真理就会当快乐来帮助人，安尼因着福音来得救这就是足好的代志不断思想人生伫圣洁的生活内底会当传神的福音传得救的教会毋是干那认捌圣经就好认捌圣经若毋认捌神，安尼诚做学问尔无效。心思意念若伫主咱就袂晓义，所以
真耶稣教会兄弟姊妹吼，足侪拢是借着祈祷吼，伫祈祷内底来完成属灵的追求。伫祈祷内底啊，互咱家己愈来愈成熟，啊，属灵的智慧愈来愈完全，这拢是对神来吼。所以雅各书啊吼，会使讲是互当时的信者啊，拢伫信仰顶面啊，尤其是灵修顶面的一个要紧的一种领袖啦。而耶稣被钉十字架，伊复活升天以后，哪像无人伫你的身边？其实啊，圣灵的引带，到最后说差遣这个保惠师，圣灵伫咱的心内，讲起来吼，随时的帮助吼，赢过咱外在这参考。若讲参考主爱用现的，耶稣基督的灵吼，就互咱伫心内成做一个稳定的力量吼，这就是积极的人生观啦。生命最大的这个效能，就是以神为乐，以神为中心。神的爱就成做咱上重要的依归，一个目标。安尼良善正义的这个内在，就有信仰的这个价值，互咱积极来行善。圣经内底行善吼，就是互人得救。传福音吼，毋是讲干那铺桥造路的善行，咱就因着安尼神的教示吼，耶稣基督的旨意交代吼，咱来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万百姓听。所以咱要当传福音，咱嘛爱表达基督徒的品德伫受苦患难的时阵，看重心灵的医治，精神上、行动上，将这个苦楚拢交伫主的面前吼。当然伫这个世俗的这个生活内底，食药那像较软弱，找医生那像较无力。但是咱知影，借着祈祷、祈求、感谢，互咱伫食药、看医生的时阵，嘛有神的这个圣灵的这个帮助。斗，迄个比率吼，愈减愈少吼，愈减愈少，就是讲咱无看重世俗，无看重金钱药是暂时的，医生是医人的病，却袂当互咱得到永远的平安。真正的平安，这是永恒价值的立定吼。所以在这个世间吼，咱真正都爱有一个真好的一个追求啦。这追求无同款的所在，就是互咱有属灵的这个智慧，袂太生气吼，互咱伫这个神的怜悯吼，神的慈悲内底吼，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所以世间的生活吼，那像讲爱学习这个义人祈祷吼所发的力量大有功效。咱莫祈祷像这个以利亚伊困切祈祷3年半无落雨，结果佮祈祷就落雨所以这种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心热吼拢伫咱的心内会当来完成啦。毋通管过神吼，毋通骄傲，爱谦卑来面对。伫福音的这个工作顶面这个罪人若回转咱会当甲因领受这种美好属灵的这个果子属灵的果实若愈济咱对神恩典的报答就愈大生命的价值就愈高。这就是雅各书互咱的这个参考。愿主耶稣来施恩惠、施怜悯互咱咱要来完成这个雅各书的概论希望讲伫收听以后，兄弟姊妹当得到帮助啦互咱读圣经的时候会当参考愈进入圣经的所记录的重点内底。咱做伙要来感谢头袂倒，奉主耶稣性命祈祷，主爱天父，感谢学道理互阮知影生命的暂时生命到底是啥物？雅各书内底讲亲像一片的云雾出现，一时都无看只当讲主若愿意，我要做这个事，做迄个事人来当活着，所以活出感谢，这真要紧。愿主耶稣互阮感谢的心实实在在，互阮感谢的意诚诚恳恳，互阮感谢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拢归荣耀互天父真神耶稣基督的圣名。愿主耶稣的看顾、恩惠怜悯拢直到阮的生命的内涵内底，互阮会当唱这个得胜的诗歌来荣耀俄罗主。哈利路亚，阿们。